用办法安用，用办法安用啊！先天哦，国营太师，你多来了。也跟内心难闷，难怪你难得舒服，归撒良药。望国营太师指点秘技啦。那是有下良药，是你自己身上的程度，精气神所发的。那是佢修套以後，各個功力生態，你有一份功力，佢就有一份功力。他兩人連數，難怪你唔咩各個對手。天天还不甘心，难道就是束手无策，封印良药，给危害人间啊！放心，天天你心莫急，天生万物，物物相欠，只要你能下来到。也个风来的通兵太险的宝剑，你就能舒服归撒良药。多谢太师指点，我马上前往蓬莱仙岛，向给李太贤加了强勇宝剑，速要便是。山寨，山寨。富贵富源难杂你啊！一日无事赛神仙，要把俺奇怪，无缘无故，心血来潮，害我屈指一算。哎呀！观音太师现在上天宫来采风来仙道，为了个加起强梁宝剑，也是无计可施啊！算账起来，偏偏修道之人来诈私下娘家。抢错，通错。上天宫来采风来仙道，我的孙杨满出娘家，都有失礼了。猫咪前来打扰，请见谅了。哪里，不敌上天宫来采此位，有何事情？无事不等三百天，今日当公来采此地，要给你加一封仙报啊！这么个东西呀、啊？想去做东年，我为了救母，在五梁港破布刘冲渡，水底呀，冲渡就在五梁港，水流一漂，
到洛阳宫得了体血，属于叶金发，实来变身鬼煞良友啊！哦，良友在洛阳宫兴风作浪，声音无数。新义的父母官菜单开了国库，建错洛阳口，要来错付百姓。哈！那个日出也敢拆了洛阳口，爱上舒服气，那地有日功力过强，我无法将其束缚，因此我来哀求李太贤将那个强梁保家嘛。这良友法律安好，你唔要个对数，就爱人家家保监哦。真是啊！上天讲，不爱考虑考虑呀。果然此般，上天讲，我哋人个家里强梁保监。不过两件事情，乃是观音太师插书啊，莫怪他我来报给罗出言呐。我是家监本意，许多我就吃亏呀。莫爱插书，老二推辞啊！上天讲，哦，李太贤，但不敌你考虑的如何啊？唉，我考虑了准上司，我训练研究两口的强梁保监，唔要随随便便就可以嫁人啊！马该，李太贤，安托，你就不担忧？你我先摆情分，强龙保监，你唔系相爱么？哈哈哈哈！你系咩情分唔情分的道理啊？现在洛阳讲啊，万人喺插树，流分结束啊，所以爱无想爱插树，而连抢国民啊！好啊！我此次前来，带上下去，立你要求。你确实不恨家，好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恶中去。恶中去，你系乜个意思啊？你放心。我唔会用枪嘅呀，阿莫用意何差呀？我嘅意思，我用头啊！上帝讲，你也没生人呢，你系贤，我也系贤啊。讲头，随随便便就头个歌数系么？安样挨什么个闲啊？只要我有心，一天就能偷到。我看3年半你偷了，唔是研究，我3月之内一天我偷到。哈？哼！你当中系李太贤系错包系么？3天就爱偷，冇唔错。好，3月你冇吹跳偷啦，3年也不你偷。3年的时间，唔是研究，一时3刻，我就能告诉。哼，一时3刻。你就爱投歌数，好，你投的歌数顺呀个，
哎呀，李太贤，你不要怒气呀！我看你呀，已经通怒了。哼！你讲14379，爱偷我的宝剑，你当作系三世子侮辱我啊！莫生气，东西很假，很年轻，唔很假，我也敢吃咯。哦，讲俩句话，唔知较差唔多。既然宝剑，你那是唔很假，我听我有讲，我用头嘅，嘅啊是一时口夹，让你所受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我要告辞了。强慢，既然上帝讲雷在风来先到，要么后山准备在采水果，以我同意吗？多谢李太贤好意，我叔父良药要紧，明日再来打药枪。既然如此，我让你送家。多谢了。李太贤，如何？多谢了。奇怪呀，你啷个倒车？车在何来呀？多谢人家强龙宝剑。好，哎，真是很可恼啊！哪可以场地也太猖狂？只叹你自己是才弄，将来不敢是富龙，言多必是强势量，乱乱讲，强势量，我才叫说呀是才呀啊！你我本来相同啊，是才同心风。哎呀，少年啊！我想人个岗位较大，所以唔爱走。我老你上松，你睬我无注意，偷了宝剑，你也是上人嘅朴素无信，别问我。表问你，人讲并不严查，我好不容易将我得高数，你按我标准去啊，你讲我可不安啊！你想我安？当然，哼，方才见你有讲，信到偷到就会挨叫。你今天想讲宝剑本你偷高数，只会赢嘅系么？我只想讲啦，两口强龙剑，我训练研究，有分雌雄啊！剑神就会讲诶，两个剑学就会骂嘅，已经剑本你偷高数，只要你一表述，一次也不背出来。你按我标系么？来劝你，日日表白爱，爱收就有道理，你收乜嘅东西呀？
那为何少阴地黑么？你来个蒙太贤。你讲的翁太贤，俩几班用班解说。我一个保监理事，其就要不归原主黑么？冇错。这点观音太师早就通知来咯。从今以后，我做事那不利，有事那样的强梁保监，永不离数。你想爱莫恨？哎呀，多出来，多出来，多出来啊！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嚯！鬼杀六爷，反那么使出来呀！哇！
见天